好，我来办理住院手续。这是急诊室护理人员给我的单子。你好，我来办理感染手续，也是急诊室护理人员帮我嘅单呢。你好，我来办理感染手续，也是急诊室护理人员帮我嘅单呢。好的，要住一般的健保病房，还是自费差额病房呢？自费差额病房。好，我带日本嘅健保病房，也是自费價錢嘅病房呢。自费價錢嘅病房。好，我帶日本嘅健保病房，也是自费價錢嘅病房呢。自费價錢嘅病房。您需要双人还是单人的病房？双人病房。你需要兩三也是單人嘅病房呢。兩三嘅病房。你需要兩三也是單人嘅病房呢。兩三嘅病房。自费双人病房费用差额为1天1000块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自费兩三人病房费，人日外加1000塊，做得嗎？做得。好，自费兩三人病房费，人日外加1000塊，做得嗎？做得。好，急诊费是350元。请问您和病人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太太。急诊费係350元，請問你老病人係乜嘅關係？我係家朋友。急診費係350元，請問你老病人係乜嘅關係？我係家朋友。要麻煩您填寫一般同意書跟自費同意書，這邊填寫病人的名字，這裡填寫您的名字、電話跟手機號碼。麻煩你寫日本通知書、老自費通知書，兩篇寫病人嘅名額，兩位寫你嘅名額、電話、老手機號碼。麻煩你寫日本通知書、老自費通知書，兩篇寫病人嘅名額，兩位寫你嘅名額、電話、老手機號碼。這張是自費同意書，就是需要自費差額1天1000元的病房。請在這裡寫您的名字以及跟病人的關係。兩種係自費通知書，就是需要自費價錢，人日1000塊嘅病房。請到兩位寫你嘅名額，和個老病人嘅關係。兩種係自費通知書，就是需要自費價錢，人日1000塊嘅病房。請到兩位寫你嘅名額，和個老病人嘅關係。填寫好了，請你看一下。寫好了，麻煩你看着下。寫好了，麻煩你看着下。再麻煩您看一下一般同意書的第5點，如果有人詢問張先生的病房號碼，可以讓他知道嗎？可以。咁麻煩你看一下日本通知書嘅第5點，係講如你們張先生嘅病房號碼，做得本記啲麼？做得。咁麻煩你看一下日本通知書嘅第5點，係講如你們張先生嘅病房號碼，做得本記啲麼？做得。那請您在這裡勾同意。這份一般同意書的第2聯紅色單子給您留存。該請你哋兩位勾同意。兩份日本通知書嘅第2聯封單呢，我幫你留連。該請你哋兩位勾同意。兩份日本通知書嘅第2聯封單呢，我幫你留連。第1聯白色單子，請連同自費同意書及住院通知單拿到急診。第2聯白單呢，請連同自費通知書、老帶人通知單拿到急診室。第2聯白單呢，請連同自費通知書、老帶人通知單拿到急診室。交由護理人員辦理住院報到哦，這樣就完成住院手續了。交本護理人員辦理帶人報到，按樣帶人手續就好寫嘞。交本護理人員辦理帶人報到，按樣帶人手續就好寫嘞。好的，謝謝你。不會，不用客氣。好，是夢兒。唔會，唔是客氣。好，是夢兒。唔會，唔是客氣。